虽然台南跳舞甲用湿也是以溪坝为大宗，不过议会为了加强跳舞场的污染稽查甲管理，这个议员伫市府的专案报告拢出面关心，因为一直以来相关业者无处理好材料，嘛无装修臭味的防治设备，民怨四起，所以呼吁台南一定要制定驻地条例来严加管控。其中议员蔡友辉竟提出设立专区来解决。开拓不是目的。可是，这消费者投资报酬率是真悬，我感觉因咧善尽这设立畜牧场的原则，有赚钱要回馈乡里家，赚的钱撒一部分出来，投入各项环境的改善、水污染的改善、土壤的改善、空气的改善。不过，我们个人认为解决之道，也是要像工业区设立专区，一个专区内底生产了。你可以当把这空气、水污染透过政府的公共设施，来做水的处理、空气的处理了，让这个产生异味的所在，百姓没有任何的抗争，还是讲无满意，解决之道。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设立专区。蔡会提出跳舞用湿专区的建议，不过究竟市府的态度如何？议员刘维英进一步要求农业局表态。畜牧养殖专区目前的规划进度在按算要伫倒？咱阵有做者，我想要伫遮设一个低调，我全部设备拢做甲做好的，但是附近的不管你离400公尺、500公尺，还是1公里，乡亲都无啥介意啦。你宁敢要50个低调咧设伫遮的时阵，你要找一个所在，要40、50间低调拢设做伙，我想这场地吼。会造成会更困难嘿。所以目前你家己的评估啦吼，台南市有适合的所在来设所谓的畜牧养殖专区吗？足困难啦，足困难啦，几乎找袂到土地。既然跳舞用湿专区实施有困难，依法嘛无这个名称，所以议员拢建议将对现况的缺失解决开要紧，包括臭味的标准如何认定、处罚的情形各是如何，要求环保局强力执行。臭味其实是一个人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感觉哦，但是我觉得你的开发的一个数量，跟我们认知的实际的情形的臭味的一个数量，或者说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你告发开罚的一个案件老实说真的是不成正比啊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所以就讲这个到底有没有办法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为什么用那个官能测定？是因为它的一个工厂或畜牧场，它本身味道很多元，没办法知道它主要的那个臭味的成分跟它的性质主要是什么。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会以我们人直接可以闻到的那一个味道的强度来去做这个官能测定。这是一个那个有科学什么样的距离对闻它？对，什么样的距离？在周界3公尺的部分会去做这采样的动作。台南市农业大城，除了业者以外，毛济民众以饲家禽、家畜为生，所以既然市府拢用补助改善的设备甲辅导，更应该有决心来解决污染问题。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